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網絡豆沙包，我係依晴。有睇過星爺嘅都知，世界上有一種包，食咗之後你想講大話都唔得，嗰個就係誠實豆沙包。我哋呢個頻道嘅宗旨只有一個，唔講廢話，唔扮高尚，只講心底嗰句真心話。網絡世界太多人中意戴住面具做人，我呢度就係要大家食完個包，拆開嗰啲虛偽嘅糖衣，睇清個真相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討論嘅就係呢排喺 Threads 鬧到全城反目嘅長沙汽油事件。呢件事好有意思，佢直頭係一粒誠實豆沙包，將嗰班識咗13年嘅所謂死黨，一瞬間打回原形。當大家面對緊嗰張600蚊嘅高鐵飛，面對緊第二日要返工，面對緊要留喺大陸執手尾嘅麻煩嗰陣，咩義氣，咩13年感情，全部都係假嘅。到底呢件事入面，邊個先係最自私？係嗰個大意到爆嘅女仔，定係嗰班冷血到極致嘅隊友？今日我唔會同你講埋啲咩大家都有難處嘅廢話，我會食住個豆沙包，同你一針見血咁剖析呢單網上熱爆事件。如果你都中意聽真心話，唔中意聽啲虛偽嘅公關講詞，歡迎 subscribe 我，仲有 like 呢條片。多謝晒大家先。好啦，我哋即刻食包。講真話，正所謂患難見真情，有時遇到啲突發嘅事情，先知道邊個係真正嘅朋友。呢件事發生喺啱啱過去嘅復活節假期，4個識咗10幾年嘅好朋友，兩男兩女，開開心心上去長沙玩。簡單介紹下長沙先。長沙係位於中國湖南省，係熱門嘅旅遊城市，好多香港人都會上去玩返幾日咁。搭高鐵都係3個鐘左右就到㗎啦。佢哋本來都玩得好開心嘅，點知去到最後一日，準備返香港嘅時候，發生咗一件意想不到嘅事，搞到最後要喺網上公開反目，互數對錯。如果你係入面其中一個，你會揀保住嗰600蚊返香港先，定係留低陪嗰位落難嘅朋友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場人性大考驗。我哋先睇返件事嘅導火線。呢單嘢嘅發帖人，我哋叫佢做 A 先生。佢喺 Threads 講返成件事嘅經過。佢話當時佢哋喺長沙住酒店，因為酒店房得1張房卡，出入好唔方便。其中一個女仔，我哋叫佢做 B 小姐，為咗可以喺房留低攞電，竟然將自己張回鄉證插落房門口嗰個攞電槽入面。當時 A 先生同另外2位朋友其實係有提醒過佢，話喂，你用回鄉證插卡好容易唔記得攞。點知 B 小姐當時好有自信咁話，唔會，退房嗰陣我會檢查啦。呢度就係第一個伏筆，自負。去到最後一日，佢哋4個人去到高鐵站，準備搭6點幾嗰班高鐵返香港啦。點知臨入閘前 ，B 小姐先發覺死啦，張回鄉證仲插緊喺酒店房入面。當時喺距離開車只有半個鐘嘅時間，B 小姐先發現漏咗張回鄉證。當時查過，今日同聽日返香港嘅高鐵飛已經爆晒啦，加上張飛成600幾蚊港紙。呢個時候，人性嘅抉擇嚟啦。A 先生同另外2位朋友商量之後，做咗一個令網民極度爭議嘅決定。佢哋同 B 小姐講，我哋3個人聽日都有緊要嘢做，一定要返工。我哋決定照原定計劃搭車返香港先，你自己睇下可唔可以留多晚，遲啲自己返嚟啦。結果 B 小姐留喺 WhatsApp 群組一句狠話，今日終於睇清楚你哋班豬朋狗友嘅真面目，有乜事就撇低我一個女仔喺長沙，我連 WeChat Pay 都冇，你哋竟然照上車走人，正衰人。我諗我哋以後唔好再見。隨即13年嘅友情正式斷裂。呢單嘢放咗上網之後，兩邊嘅意見非常之極端。首先係撐3位朋友嘅理性派，佢哋覺得 B 小姐係成年人，梗係要自負盈虧啦。
明明朋友已經提醒咗你唔好用證件插卡，你偏要咁做，呢個係你自己嘅過失。點解要另外3個人陪你一齊損失600幾蚊嘅飛，仲要賠埋第2日嘅工作表演？呢班網民認為朋友唔係老馮要為你嘅低級錯誤執手尾，但係佔大多數嘅係星土派，佢哋覺得呢3個人簡直係冷血。網民嘅重點唔係個600蚊，而係安全同義氣。第一，你留低一個女仔喺內地，佢又唔熟電子支付，萬一佢連酒店都返唔到，咁點算好？第二，13年友情喺你哋心目中竟然唔值600蚊。第三，最令人心寒嘅係呢3個人竟然係商量完就一齊走。呢種集體棄船嘅行為，對當事人嚟講係一種極大嘅心理創傷。留言入面有一句好深刻：如果你哋係驚損失嗰600蚊飛，咁你可以留低一個陪佢，其餘2個有緊要嘢做嘅走先，甚至大家夾錢幫佢 book 房，安頓好晒佢先走。但你哋竟然係3個人一齊上車，呢份冷漠先係最致命。呢件事帶俾我哋乜嘢道理呢？我諗有3點係值得大家反思嘅。第一點，證件即係生命。出外旅遊，無論你同朋友幾熟都好，你都要對自己最基本嘅生存工具，例如證件、手機、錢，負上絕對責任。將回鄉證插落攞電槽，呢個行為本身已經係對旅程嘅一種不負責任。我哋唔可以將我大意變成你老馮要救我嘅借口。第二點，社交契約入面嘅保底原則，朋友同普通路人嘅分別喺邊？就係當其中一方發生意外嘅時候，另一方願唔願意提供心理安全感？就算你最終決定要返香港，你處理嘅方式都可以溫柔啲，例如幫佢打好車返酒店，確定佢酒店有房住，聯絡好長沙嘅朋友支援佢，甚至係幫佢俾埋嗰晚酒店錢，當係一種慰問。但 A 先生佢哋當時嘅反應係俾人一種你煩住我返香港，你自己搞掂佢嘅不耐煩感。呢種態度比起唔見證件更加傷人。雖然 A 先生最後都有幫 B 小姐 book 返原本嗰間酒店，同埋幫佢搞退票，仲強調退票蝕咗50%。睇返 A 先生嘅留言回覆，佢覺得自己已經盡晒人事啦。第三點，13年友情原來可以好脆弱。好多人以為識咗10幾年就係死黨，但原來好多死黨只係可以一齊食好嘢、一齊打卡嘅食碗友。當遇到金錢、時間同麻煩嘅時候，呢啲關係入面嘅功利性就會浮現。呢件事其實反映咗現代社交嘅一種悲哀。我哋好容易揾到人一齊去旅行，但好難揾到一個喺你仆親嗰陣願意停低腳步扶你一把嘅人。最後，如果你問我最理想嘅做法應該係點呢？如果我係嗰3個人之一，我會建議2位有緊要事嘅男仔先返香港，留低嗰位同 B 小姐最熟嘅女性朋友陪佢返酒店攞證件，多出嚟嘅訂房費同車費，大家4個人平分。咁樣做既保住咗份工，又保住咗友情，亦都確保咗女仔嘅安全。呢啲就叫做人性化處理。但現實係冇如果。A 先生同班朋友上咗車， B 小姐就絕咗交。呢單嘢教識我哋揀隊友有時重要過揀目的地。呢件事存在咗3個關鍵嘅心理學概念，我會用心理學嘅角度解釋俾大家聽。心理分析：1. B 小姐喺酒店插咗自己張回鄉證，唔聽朋友勸告，臨上車先發現漏咗張回鄉證。雖然我唔想做口業，但得罪講句 B 小姐嘅大意真係冇得賴。心理學上面有一個概念叫做正常化偏見，英文叫 normalcy bias。咩意思呢？就係話人好中意欺騙自己，覺得意外不幸嘅嘢唔會發生喺我身上，或者覺得即使有意外，情況都唔會太差。B 小姐當時話唔會唔記得，就係俾呢種偏見蒙蔽咗理智，忽視咗證件插牆嘅巨大風險。
呢種心態其實係好多低級錯誤嘅根源。心理分析二，當知道 B 小姐漏咗張回鄉證，A 先生同兩位朋友商量過後，都照上車走人，一齊撇低 B 小姐。三個人識咗13年，竟然冇一個話要留低。心理學話俾你知，呢個叫社會惰化，英文叫 social loafing， 又或者係一種變相嘅旁觀者效應。當一個人要面對抉擇嗰陣，佢可能會覺得自己有責任，但當三個人一齊面對嗰陣，每個人心入面都會諗：我走咗，其餘嗰兩個或者會留低啩。結果責任感就俾呢種責任分散，英文叫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， 攤薄晒。加上大家心入面都喺度計緊嗰600蚊飛嘅沉沒成本雙 cost， 最終佢哋嘅理性戰勝咗義氣，集體選擇咗一條最方便自己嘅路。呢件事帶俾我哋嘅啟示遠超乎食花生。第一，警惕自己嘅偏見。旅行證件即係明燈，唔好考驗自己嘅正常化偏見。第二，睇清楚你嘅能量圈。一個好嘅隊友係當你有危機嗰陣，願意停低腳步同你一齊面對嘅人，而唔係當你係負資產撇低你嘅人。我哋要揾嗰啲能夠為你提供心理安全感嘅人做朋友。最後，網絡豆沙包想同大家講，如果你身邊都有個 B 小姐咁大意嘅朋友，或者 A 先生咁理性嘅隊友，你心入面其實一早有答案。人生好短，揀啱人，做啱事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？你覺得呢13年嘅友情斷得啱唔啱？如果你係 B 小姐，你會唔會原諒佢哋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啦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